象徵基督嘅降生。主基督，你係世界嘅光，願你的光照亮我們，就能看見人生該走的路。主基督，你係初升嘅旭日，願你的光和熱，使那無情的世界變得溫暖。主基督，你係正義嘅太陽，願你的光發出的正義，使那些受欺壓、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人得回人性的尊嚴。主基督，你係生命之光，願你的光使那些因挫折而失去盼望的人能振作精神，勇敢地活下去。主基督，你係光明嘅源頭，我們願意跟從你，永遠就在光明中。我哋安靜。這整件事的發生是要應驗主藉先知。Hello，聖誕快樂！聖誕快樂 ！Merry Christmas！Merry Christmas！ Hello，Merry Christmas！ Hello， 聖誕快樂！ Merry Christmas!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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Christmas! Merry Christmas! Hello， 聖誕快樂 ！Merry Christmas！ 聖誕快樂 ！Merry Christmas！ Hello， 聖誕快樂 ！Merry Christmas！ Hello， 聖誕快樂 ！Merry Christmas！Merry Christmas！ 快樂 ！Merry Christmas！Merry Christmas！ 聖誕快樂！耶！
迎娶，瑪利亞就從聖靈懷了孕。她丈夫約瑟是個義人，不願意當眾羞辱她，想要暗地裏把她休了。正考慮這些事的時候，忽然主的使者在約瑟夢中向他顯現說：大衛的子孫約瑟，不要怕，把你的妻子瑪利亞娶過來，因她所懷的孕是從聖靈來的。他將要生一個兒子，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，因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裏救出來。這整件事的發生是要應驗與藉先知所說的話：必有童女懷孕生子，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內利。約瑟醒來，就遵照主的使者的吩咐，把妻子娶過來，但是沒有和他同房，直到他生了兒子，就給他起名叫耶穌。這是上主的道。感謝上主。越嚟越深，不過咧冇蓋嘅，冇蓋點做個盒啊？睇下睇下，又唔似一個盒喎。哎呀！不
世間喺我哋當中。佢誕生喺伯利恆城，我哋因為佢嘅誕生就認識咗上主你。求居我心中，主耶穌，我心中有地方可用。感謝主耶穌基督，因為你降生世界唔係用兵權，唔係用勢力，而係用溫柔謙卑嘅心。親愛嘅天父，我哋感謝你，求你常常教導我哋，耶穌基督係我哋生命嘅主。願望我哋喺人生成長嘅旅程當中，逐漸嘅認識基督，蒙上主嘅帶領同埋保守。喺聖誕節嘅時候，求你幫助我哋有休息嘅時間，同樣盡上我哋嘅責任，溫好我哋嘅書，做我哋應該做嘅功課。基督藉住佢降世為人，聚集天地萬物歸為一體，用佢嘅喜樂同埋平安充滿你哋，又願全能嘅上帝聖父、聖子、聖靈賜福你哋，保護你哋從現在直到永遠。